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号。这一期咱们还得聊一聊董小姐。今天虽然是节假日啊，我看到各个景点又是开启了人从众模式，人山人海。虽然这个节假日大家都在外面玩，但是关于董小姐的热搜还是一波接一波，而且很明显，关于董小姐这话题已经扩散了，甚至涉及到一些传言中的一些院士，他们的子女已经向周边延伸。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段相声啊，大家来一起看一看。节假日啊，一个消遣一乐，大家看视频。怪事儿天天有，今天特别怪。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爱情故事哟啊，特别的浪漫。这儿别接了，真实发生的。嘿，在中日友好医院，这大医院呢，可是3级甲等，A 级的，嘿，全国医院排名能进了前5。哦，厉害了！这个医院的这个胸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肖某，陕西人，1.8米几，嘿，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大帅个，喜欢上了一个来他们医院，就是那个叫什么生，那叫规培生规培。你等会儿，什么叫规培生啊？规培不知道吗？不知道。规吗？乌龟。哎，到这儿来学习培训。哦。哎呦，这董小姐吗？这两个人呢就互相产生了情愫，就擦出爱的火花了。哎呦，这男的就带着这董小姐呀，见了家长了，这多好的事儿！家长也喜欢。嘿，后来这董小姐就怀了孕了，喜上加喜。哎呀，可是这个节骨眼上有人跳出来反对呀。不，谁反对呀？就是这肖医生这个媳妇儿，他老婆反对。哎呀，你等会儿，他的信息怎么？这个董小姐是个小三儿啊？这什么话？她这不有媳妇儿吗？什么叫小三儿啊？什么叫小三儿？不是小三儿啊，不是啊，小三儿另有其人啊，是这个医院的一个护士长叫石某。这小三儿呢，也给他怀过2次孩子也去见了家长了也见家长。哎呦，还跟原配闹呢，打电话威胁呀那等于董小姐是个四儿。四儿我不知道他怎么排名的就是这个肖大夫呀有这6个情人有这个医院的护士长有这规培的这医生还有别的医院的护士，别的医院的医生反正这个6个，其中4个给他怀过孕。好，这体格够棒的。其中1个呢，就是马上生哎呦，而且这6个呀他都带着见过家长，家长都见过。而且家长每一个都特别喜欢都当做未来的儿媳妇那么看待。那好家风啊！家长也高兴。哎呦，我儿子真厉害呀！哎呦，什么3观呢？我儿子大种马呀！这个大种马可是厉害。而且呀，这个董小姐这身份呢可不简单。怎么不简单呢？有本事啊，人家。什么本事？就是原来人家都不是学医的，干嘛的？原来就是在国外一所也不是什么野鸡大学里头学的什么经济学、金融的、算账的会计当了大夫了算账的回来以后也不是根据什么4+4什么规培的规则呀就是培训了1年就开始动刀了，1年就敢拉人了，就手术室的。动刀了，好家伙呀！这官网上还给人宣传呢，还发表论文。后来好像懂这医学的，就是说他这论文东拼西凑，什么有影像学的，有胸科的，最后还是什么那个这个妇产科的结尾反正哎呦，还人家还反正厉害，就是杂七杂八传了一个。哎呦，也可能是人家这个家里的。那个有背景家里有什么背景说他爷爷是院士他爸爸是国企的董事长他妈妈是什么北科的某个院的副院长反正就厉害。应该跟家庭背景没关系人家聪明这不曝光了吗？曝光以后，然后这个就给他开除党籍了，活该，解聘了。人家还冤枉呢。冤枉什么呀？就是说我这个私德可能多少有点问题吧。这个种马我们家里
问题。嘿啊，后来他这媳妇儿又给他抱出来了，报什么呀？因为这董小姐呀，她一直给带着，教她做手术，教她看病，现教啊，就是没培训多长时间就把她弄到手术室啊。两个人琴瑟和鸣，神雕侠侣的就开始给人动刀。你这玩意儿能开玩笑吗？这个董小姐她不是太专业吧？根本就不专业，可能是拿剪子呀，拿成锤子了，拿锤子或者拿成是扳子了，反正违反这操作规程。手术室里那护士看不过去了，就翻了几个白眼儿。哎呦嘿，董小姐脾气大扭头不做手术了，跑出去了，不干了。哎，这主治的这大夫主刀的这肖某也生气了，他生什么气？通发一怒为红颜。哇，这手术我不做了，哟，夺门而出。最倒霉的是谁呀？谁呀？这病人被人脱得精光已经处于麻醉状态了。这不拿儿戏吗？说实话全麻的状态是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危险系数很高的。正在这鬼门关徘徊呢，没想到被活活晾了40分钟，好些人来劝呢，才把他给劝回来，继续做这个手术。我视生命如草芥了都。说实话，劝你们2句，说你们这种是不是这个官老爷的，还有这个财主的这孩子们你们要找工作，你们也去当官发财去，找个挣钱的干嘛非得死活进这医院呢？这霍霍这病人，这不合适吧？这不雪上加霜吗？给人家。哎呦，这个医生听说是被开除了活该。但是下一步还得参加工作北大医学院毕业，又在这中日友好医院当个副主任医生。哇，这个别的医院他不在乎这，他要谁找这玩意儿？现在说明相声说书人这些叫曲艺人也不容易，他们也要紧抓社会热点。短短的这么个事情，这么几天，他就已经创作出相声作品出来。这是一方面，虽然它是个娱乐性质的，但是一旦被这些说书人把它编成段子、编成作品开始来说的时候，这个事情实际上就已经升级了，也就是再一次升级，再一次推波助澜。为什么这么说？我的印象中，这个《水浒传》里面有这么个情节，这个蔡元子张青好像跟谁说？跟杨志。这个蔡元子张青他不是跟孙二娘两人在那狮子坡开了个人肉店嘛，人肉包子铺，专门打劫来往的旅客，把他们做成这个人肉包子，瘦的做包子，肥的熬油。张青就跟杨志他说，别看他做这种生意，他还有3不卡，就有3种人他是不害的。哪3种人呢？第3种就是贼配军。但是我在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说娼妓他不抢？虽然张青他有他的一套逻辑，他说娼妓不容易，都逼良为娼，对吧？完了之后挣点辛苦钱，你把他抢了，他有个解释，显得他叫道义有道，他有底线。但实际上我认为他不抢娼妓，是担心这个娼妓，他如果抢了或者他把人杀了，那娼妓互相之间，娼妓跟说书人，因为娼妓大家知道是混社会的，3教9流都打交道啊。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大喇叭，一个自媒体，一个宣传的渠道，把你狮子坡这儿，把你张青什么孙二娘，本来你是绿林好汉，结果人家把你编排，把你干龌龊的事情，添油加醋，把它进行传播，把它变成作品传播，不利于绿林好汉形象人设，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就是强盗他也希望有个包装他有个人设，一显示他抢的他杀的都是该杀的，都不是什么好鸟。如果你把这些说书人娼妓你给杀了，那他们就很有可能到这外面编排变成黑粉。但是这个是题外话，也就是董小姐这个事情，他们已经被说书人艺人给他编成作品了，那至少说明这个事情传播力又加强了，这就是推波助澜。前天卫健委表态了，成立了这个专案组，要调查这个事情，而且列出了这个不仅是肖某、董某这2个个人，而且这机构也在调查之列，也就是卫健委出手了。这本来是个好事，大家都翘首企盼，都伸着脑袋看着这个卫健委端出一盘什么菜出来，会给一个什么样的答案，什么一个这个结果还没来，吃瓜群众迎来的是一巴掌，响亮的一耳光北京日报出手了。北京日报他报道了，他说涉肖某、董某事件，多个账号被禁言，董某某外公并非外籍院士米某某。他说据微博管理员他
他说，近日肖某、董某相关事件引发热议，国家卫健委已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工作。但站方发现，就北京日报他转的是微博的这个报道，他说，站方发现广大网友纷纷表达多元见解和真实观点的同时，在各互联网平台已衍生出各类无端揣测、恶意关联，利用 AI 编造故事，甚至攻击无关人士的内容。对此类通过蹭炒热点、编造故事博取流量以及无故毁人声誉的行为，站方依据微博社区公约等相关规定予以严厉打击。经站方核实，也就是微博核实，说对董某某是301医院董宝伟教授的孙女，什么还董某某外公为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从其他平台搬运的不实信息予以辟除。对肖某胸腔镜下肺叶切除手术经过等从其他平台搬运的 AI 编造内容予以标识。对向无关人士发布的人身攻击和不友善言论予以清理。对很多账号等相关违规账号予以阶段性禁言处置。你看看，吃瓜群众本来等着这个你的调查组怎么赶紧给个结论，结果这个结论没来，现在迎来的是一大耳光，说你们造谣传谣，不实内容。北京日报说，对于此事件，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站方期待调查结果尽快发布，也相信任何违法违规问题终将被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同时，站方提醒广大用户，切勿借此事件编造故事、恶意营销或侵犯权益，放任无端猜测、网络戾气和对立情绪蔓延，游离于社会社区规则甚至法律法规之外，以此博取流量和热度。站方呼吁网民保持理性客观，在拒绝恶意揣测和网络暴力的同时，也希望相关方能够及时回应网民关切，加强社会信任，压缩不实信息滋生的土壤，与站方一道共同维护真实和谐的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北京日报发言了，但是他转发了一下这个微博站方的一个通知，他也算为这个事情传播起了一点作用，作为地方的喉舌。但是同样这个地方喉舌，你看北京日报跟河南日报那就稍微力度就差多了。河南日报好歹还五问，北京日报只是转发一下，有时候转发也表明立场，但是这个力度就差多了，让网友感觉到这个董小姐是不是背后势力进行反扑了。当然了，我们网友都知道，这些趁机造谣传谣的，还有些是似是而非的，未经核实，确实你也难分。有的谣言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肯定是谣言，但是有的这个真真假假，你很难区分。这个时候要做的不是微博把人家禁言，不是站方平台把人家不让人家说话，这个时候要做的是相关方应该主动站出来自证清白，就像饶毅一样，涉及到饶毅的，人家马上第二天就公众平台上进行辟谣。虽然他有好像给相关方辩护洗地的意思，但是也没有看到大家攻击他呀。也就是你只要出来实话实说，这个真相离大家越来越近。所以说那个网友确实也有说的这个院士，说的那个院士说的不对，有的都是无端猜测。那我觉得要做的是，作为涉及到院士本人应该回应一下，说网上这个相关说法都是谣言，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做一个回应。这个极目新闻，也就是楚天都市报下属的一个栏目啊，那对董小姐这个事情也是接连好几天都在追踪。这个极目新闻他说，董某银事件唯有真相才能定分指增。这个极目新闻说，他的评论他说，调查形同医学检查，属于舆情处置中一道必不可少的环节，有病没病不能靠自诉与他诉，要以科学检查为准，有病就治病救人，没病就继续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筑牢思想与制度防线，防微杜渐，可持盈保泰，常保健康快乐。涉及肖某、董某及有关机构的舆情，
希望在经过调查核实后，能有个权威明确的结论，这也是社会的期待。相信一切都会有个客观公正的结果，也就是你尽快的把这个真相要公布出来。网友为什么很有意见呢？你看，这网友就在说，北京科技大学这个什么外籍院士米某是这个董小姐的外公。站方说我核实了，这是假的。那网友就追问了，那董小姐外公是谁？那你不能就趁机说一下吗？她的外公原来只是一个清洁工人，她的外公是个普通工人，或者她的外公是一个教授，谁？他辟谣上辟说那个米某某不是他外公，但是这个对大家关心的董小姐外公的这个他不说，欲言又止，隔水搔痒，这个不引起更大的这个猜测吗？你都调查到这个米某某不是董小姐外公，那为什么就不能说调查出这个董小姐外公是谁呢？这种叫打哑谜，类似这种你猜的不对，那你就是造谣，把你嘴给堵上。北京科技大学校办的吴老师根据媒体报道，已经说向领导汇报了，调查了解学校老师研究成果是否与他人论文有关。中野建筑研究总院也向记者说了，他们也在调查。虽然这些机构都说在调查，但是你迟迟没有结论，一些简单的结论都没有，那你在这出结果之前，那各种各样的推测、谣言、不实信息它就会泛滥，这个很正常。所以说你要不想让谣言、不实信息这些泛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出调查结果。而且有的调查结果在网友看来，那都是一句话的事情，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一个结果而已，你就迟迟不公布，让人感觉你是欲盖弥彰，让人感觉你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当然，在这个事件中，又有一家重量级媒体也下场了，叫中国新闻网，它是5一之前发了一个叫3问肖飞董希莹事件，它的文章挺长，它3问，第一问是监管之问，以麻醉患者晾在手术台40分钟是否属实？我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医学方面的人评论，肖飞不是向经济观察报还有9派新闻他诉苦吗？他说我没有这个把病人晾40分钟，好像只有10几分钟、20分钟，这事就解决了，他又回来做手术。这是肖飞的自我辩解。但是有医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大 V 说了，他说你在手术台上即便是消失20分钟，那也是严重的医疗事故，有安全隐患，就不在乎你是40分钟还是20分钟，你擅自离开把病人扔在那儿，这跟时间长短就没关系了，这个性质就非常恶劣，你没有必要纠结是20分钟还是40分钟。这个中国新闻网第2问叫规则之问，他说规培如何抵御人情轻视？当然这个说的还是董小姐这个能够跟常人不一样的这个规培之路。第3问叫育才之问，他说医学教育如何守护公平？这个主要说是协和医院的4+4这个模式。中国新闻网报道，他说官方信息显示，董希莹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执业医师。据扬子晚报报道，董希莹在2016年接替董晓辉，就是他爸出任北京一家股权投资公司法人。董晓辉现任中野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而2017年的公开报道显示，时任北京远达国际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这个就是中野研究院总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总经理的董晓辉参与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住院综合楼工程的开工典礼，并与多方负责人共同为工程培土奠基。这么说，这个董希莹现在就职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这个中国医学院这个肿瘤医院，它好像在廊坊的一个新的院区。这个项目谁建呢？是中野建筑研究总院的下属企业，叫北京远达，承包承建的。那这个董晓辉就是董希莹他爸，董晓辉是中野建筑研究总院的总经理。这里面似乎就若隐若现，这个你看又谣言又出来了。你要不解释，那大家就会这么去想，这么巧吗？董小姐4+4一毕业就去了中国医学院科学医学院的肿瘤医院，而且人家已经扒出来，这董小姐上班就在廊坊叫什么院区，
那个院区就是他爸盖的。所以这个中国新闻网说，董希银能够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执业，也成为网友质疑的焦点之一。是否是借助董晓辉与肿瘤医院业务关系进入医院执业的？肿瘤医院是否有人为此开了绿灯？这个中国新闻网说，肖飞和董希银事件恰似造影剂，既照见个别医务人员职业失守，也暴露出医疗体系现代化治理的某些短板。但事件不应止步于个体追责，而应成为医疗系统优化改革的契机。一个肖医生被处理不是此事的终点，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出现更多肖医生。在个案查处之后，公众还在期待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一个回应。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由卫健委来查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中野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这些都是跟这有关呢，他们又不归卫健委管。你卫健委的调查组，你去那儿调查，人家搭理不搭理你都是个问题。你跑到五矿去，人家也是央企，人家配不配合，配合到什么程度，这都是个问题。这个事情它已经超出了卫健委的这个职责范围。那比如说这个董小姐的论文，现在网友就说她跟北科大的这个论文的专利是高度叫什么重复或者重合。香港的文汇报啊，他也发出了疑问，就是这叫看热闹不嫌事大，公火交友。他说这个有几大疑点，3大疑点。这第一大疑点说，肖飞擅离手术岗，为何时隔多月才被处分？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处分？这么恶劣的事故，为什么不是当时就处理，而是隔了这么长时间之后被网友炒了，被大家爆出来之后才处理？那不说明你这个医院是不是有问题？你医院本来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想内部处理这么严重的事情，想蒙混过关呢？疑点2啊，他说规培生成诊疗指南第一作者。这个说董小姐本科就读经济学，医学入学是内科，导师又是骨科院士，博士论文涉及影像科，规培又在胸外科。最后定岗，他不就是出了那个科学院肿瘤医院吗？定岗是在泌尿外科。说这一履历被网民称为6边形医生。更令人惊讶的是，尚在规培生阶段的董希银，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发布的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第一作者。也就是他还在规培生阶段，他就已经是膀胱癌临床实践指南第一作者。这在普通医学学生教育履历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了，新华社还下场替他宣传他什么在培训期间参与的什么手术，这个也是一般人享受不了的待遇。疑点3，与北科大专利高度相似，内文涉嫌论文造假。这个中国妇女报他也发表评论说，肖某及董小姐相关舆情事件既有私德不修的问题，事关公序良俗，也涉及医德医风、教育学术，关乎公众利益。放任猜测，黑料满天飞，无疑会轻视社会信任。国家卫健委的介入，能够突破相关方自查自纠的局限，给出权威的结论，值得肯定与期待。妇女报说，他说如有误传，则澄清之；确系违规，则严惩之。以调查所得事实为依据，以法纪守护公平正义，则舆论可以平息，亦有助于相关行业良性健康发展。你看，也就是这个板子还没有打到这些违规、这个违法违纪的人身上。你想把病人扔在手术台上40分钟或者几十分钟，这种涉嫌这个论文造假、涉嫌各种利益输送、涉嫌这种违规，这个都还没处理，先把这些涉嫌造谣的先给你处理了。这个操作似乎眼熟，参与的媒体越来越多，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个事情，都是客观上都让这个事情传播的更广，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我看经济学家马光远说，他还发了个评论，他说董小姐的人脉确实叹为观止，说刺痛了多少底层人民。他这么牛逼的人脉，确实不应该和劳动人民的孩子
抢辛苦的医生岗位。他说你干点啥不好？这个马官员这个评论是很对的。实际上就是董小姐这个事情为什么引起大家这么大范围的讨论，大家的所有人都感觉不公，是因为董小姐他们家这次这个操作，她这个路线妨碍到小镇做题家了，真正的损伤了这个寒门学子。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想象一下，比如在三桶油里面，在中国烟草，在铁路这些2代、3代比较泛滥的地方，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垄断企业，还有一些比如说体制内各个县城的婆罗门，大家都见怪不怪。作为这个小镇做题家，作为寒门学子，玩命的努力学习，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完了这个互相卷，因为大家潜意识里面认为那个跟咱没关系，那都是婆罗门。烟草，我父母也不是烟草的，我爷爷也不是烟草的，所以烟草进不去，大家都认了，潜意识都是这样的。中石化进不去，大家好也认了，毕竟咱父母不是1、2代啊。所以这个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啊，他们就天然的就认为我通过我的努力，我在专业道路上，咱 PK 专业，反正用到专业的玩命的在里面需要卷的这些行业，那就是我们的，那不是你们2代干不了这事。你2代去当个官或者当垄断行业里面，活少，钱多，搞关系，找靠山，就能成事，就能发财，就能有业绩的。你们这些2代干这个事去，因为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他没这资源，他自己自认这是你们的地盘，你们去弄。那这些需要专业、要汗水、要玩命的刷题、要做牛角尖、要去精益求精的，要去奋斗，这个领域那是咱们的，是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的。结果你看这些2代，这些董小姐这样的人，他不讲武德，他不在他那个领域去卷，他跑到这个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这个领域来卷，这谁受得了？你这属于多吃多占，你不在你那个领域去卷去搞，你跑到咱们这个饭碗里面抢饭吃，或者让人感觉到我这个5+3+3还比不上他那个4+4。咱们大学呢是你得考个985、211你才能学医，或者他这不用考的，他直接高中就不知道去美国了。完了人家叫弯道超车，超的就是这些寒门学子，这些小镇做题家，你说这谁受得了？也就是这个996牛马视为自己的地盘，结果发现这个地盘也守不住了，居然权贵要来整这个地盘。所以我认为这个是炸锅，它深层次原因应该是这个小镇做题家、寒门学子过去赖以这个自豪的，我就是刷题，我就是玩命的卷，我还有一条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结果现在发现这个路好像也不保险了，就有人在跟你抢这个路，而且人家是不讲武德，人家通过弄虚作假，通过各种安排，很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个小镇做题家10几年读书，寒窗苦读一举击败。这个寒门学子、小镇做题家是大多数，996这牛马是占大多数，所以这犯了众怒。我们要继续关注董小姐这个事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